副卷官，分属荆襄六府令。李学生倒是自取，送了这样大大的一份厚礼，千岁也看了十分欢喜，是元帅他个七品元领，实在太小，命我领军姑为出接他。可是礼部已无空缺，这便是何是好？下官李九生，这奏并梁太守，他来领取官聘。下官李九生，他来领取官聘。哼！你说你姓李？姓李？叫什么生的？李九生。哦，李九生。你回去吧，不要再来了。并梁知府已经有人了。这并梁知府明明是我，怎会领取他人呢？不错，本来是你，可千岁爷审你却少神棍，这得另为他人了。此次我要面见千岁。三是。没有千岁爷的准许，就是宰相也不管敲门。天下竟有这等事！九圣兄，李念兄。宽言兄神色，莫非受了什么委屈了？千岁爷把我并梁知府的官聘发给别人了。念兄，似我直言，你大概上下左右忘了通用一下了吧？大人，
李学生。下官人，官兵在此，祝你的兵粮自负。去吧。多谢大臣。家中quân，兵粮自负生郎子，20年混藏一苦心思，今官兵被冒领立得刀剑终身刑。此次我要目尽千岁。我了，撤去。救生给人李学生。苦叹那官吏气过为先晓，不会南桥关衙门，满腔怨愤。无此数。自落得漂泊一
年冬过去，思为父的病难好了。这可怜你们既的自由，就失去娘亲。自己。弟弟，你这不顾一切生平，表扬气色是为好的。弟弟，洗洗去吧。弟弟，洗洗去吧。弟弟，弟弟。做到，我弟弟官位已死在当朝，被万当咽下天牢，把两金子锁在民前，不送到民不报，但愿菩萨多保佑，保佑我弟弟平安在我乡。姐姐，先不看，无法说嘞。弟弟病势甚重，这便是何之好？姐姐，我们再想想法子救救菩萨。弟弟，那你快想嘞。姐姐，你快救嘞。菩萨身上清天弟子李素萍，前程做。我弟弟。
的菩萨真灵验啊！姐姐，快！沈奎儿清晨，弟弟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这，姐姐，我老实告诉你，这包金子是我放在这里拾得的。是的的。是拾得的。方才有一少年书生进庙拜过菩萨，不想最日把这包袱忘记在这里。哎，姐姐，正好就我们的顺妹之节。凤妹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了？姐姐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再上去还起人家？这关不上了。你既看到那位书生出门，怎会再关不上？哼，分明是寓意独身现在。姐姐你，哎呀，弟弟，你怎么忘了弟弟平时向我们讲的故事了？现在不是家来人，只是不应他前行。唐朝遇过陪丞相，早年潦倒也穷困，舍得金丹共完成，再想过去找灵应。功名啊是有理想，好志向，企图千里随同行。姐姐，我没有忘记这些故事，我甚至为了弟弟呀。我虽是呀放到此报，无人拉得林子草，眼看着老母垂却对前人，功名心中是道家。要杀刘金，要无忌，要追门路，人仆道，地上有此把良计，什么衙门办事了？不得了，弟弟跟上我没关，岂肯应回去讨？人缘平平，困苦渺，也因此设计是他我事小。弟弟呀，躺着射进书生陷其中，你良心何在天理真上？天理良心，弟弟谁巧？有谁来和你讲过天理？有谁来和你讲过良心？天理总有上天道，良心早被虚弃了。弟弟满腹在对无上，那刘金一度思草春红包。今日我无非善解，今一报真是天理不能饶。是，看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有病儿心悲，弟弟生怒儿子随。今日传起此心令，他年梦完离家悲，为了钱当
命啊！你也曾射尽银波门，拼得好，俗人为乐神赞美，平素自述有道理，通风尘一虚伪，生辰儿眼空不前有大量，品格非同庸所比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今人无言有必信，谁人现在是淫秽？为人在阴阳不让什么须听神？岂能够团官面前穷双腿？今日会晤将你当一公，好日忘了往日有为，往日。大不大姐，可曾看见我失落在此的一个包囊吗？大不你大姐，性子明人，失落包囊内用何法？我叫沈奎，包囊之中有100两金子，还有书信一封。这金子乃是替父所采的性命钱呐！你先是沈奎，杀进包囊在此，多谢恩臣。这是怎么说？这是性命钱？这真是神界机缘呐！红布开过大明朝，万官专权气焰嚣。我不上奔把当雨扫，反被无言下天牢。刘金福所进100两，钱不送去民不报。弟弟，是弟弟，弟弟放心，事情一定稳当。准备清似水。
家父孙对，一夜做儿女，今生永祖辈情丝碎。
谢道，谢天谢地。姐姐，这位是这是妈妈。好了好了，你姐姐呀，她是说不出口的，我来挑明了吧。这些啊，不是姐的，不是姐的，是买。买，姐姐，买，是真的。姐姐，你说呀，是真的吗？我姐姐不能买。哎呀，契约也写定了，是了我啊，谁肯出200两大价钱买它来？我们可是为了你们好。我姐姐不能买。哎呀，小弟弟，哎呀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我家是开宁铺的好人家，我买他去啊，与我女儿做婆，你尽管放心就是啊。哎呀，小弟弟，哎，放心，哎，小弟弟，我家里三面王儿再相扶，也是金钱巷子门头开门。我陪他去做贵阳豌豆糕，养名字张当金，养的是鲜花娇玉嫩，须知我是个富花神。姐姐，好了，还不能分银在此，你们几里后生啊，好好的谈谈，快安排一下，我到那边散散去啊。妈妈不，妈妈，我姐姐不能买。妈妈，我姐姐不能买。妈妈，妈妈，姐姐，你不能买，要买买我，要买买我。一个麦子心
祝你多事半边。做好官。
今日谁的对关于生命？我今日随便我妻子去美生，美生你是血泪你，他叫我原谅此过旧伤情。不负姐姐一片心，梅花顺时连得紧。不负姐姐一片心，金水文章更下文。不负姐姐一片心，日夜子子期望情。不负姐姐一片心，生日患难自己身。有朝要挂望金银，定杀坤棍不留情。有朝要挂望金银，定杀吞棍不留情。
一个又才又貌、聪明伶俐的小姑娘，叫李素萍。你们做姐姐的，快去关照关照。了，快去吧，他来了你。起来。怎能等得3年啊？妈妈，调动落在井里，再也争不起来了。何必要等3年呢？妈妈，3年之后，我可以携世买坟回你3姓。妈妈，家有永远懂事分，再有3年更长进。亲戚是话你金产，世事求福要更深。我立志不做娼女做才女，买坟要是渡光。
人善良，感分一片善良人。3年节日莫等我为你，少来给我讲话听。你得一个实属元宝一半人，我真一个啊！莫道你自不是神。他么，你说是卖事业佛3两文银，做坟一片，把人3两。哎，你说的这可以呀？不怕人家笑掉牙齿？这是我3岁所生的美花孙子。妈妈，这是我的私生文章。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
才女。这是3年以后父亲满地的坟葬，你还得听我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改名叫陈三娘，不买喜好，只买坟。
登功名到家，因定为弟弟心缘分。大姐，这是新到的回嘴香嘛？这是加料养好，都为大姐送来。好啦，你回去多送些来，我家妹妹要等着用你。好好好好。姐姐，这是刚送来的订婚的样啊，你就安心的写吧。谢姐姐，不用。宋姐姐。姐弟一定有相见之日，一定有相见之日。姐姐，姐姐。凤鸣，你做官了。姐姐，凤鸣走了官了。不为弟弟谁天之灵，不为姐姐一片苦心。姐姐，姐姐。
今日是春风得意，马蹄细，白马红缨为迎你。我谁话为官千门好，飞往基地观所见。谁论是关公为我难迎女，我自己从来200年，双目姐姐出户肯还我姐姐清白面。你我当年虽非亲，你今为己锁门那庭。今日你趁机为己上风华，那你归安定随命。我的个好友噻，弟弟。姐姐，姐姐。喊了，醒醒啊，醒醒啊，怎么了啊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梦见弟弟他被人抓去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人家是梦是相反的呀。信弟弟，我要信弟弟，我要信弟弟。妈妈一定帮你寻到弟弟，一定的啊！只要你呀，请我多写些文章，很快再去拿些好的来啊！你是报恩寺建国的大姐，你是沈奎沈公子。恩人。怎么到这里住起何人来了？这真是一言难尽呐、我家为难府中子，帝王月中娘柔丝，来不定丢情不语，怪不及，无奈我卷着虎狼不识字。沈奎，你可不能小人呐！事到至今，我也无奈呀。我愿恕你一臂之力，杀不厌弃。从今之后，你就做我的弟弟吧。姐姐。生发良心的师弟，在梦里只要情理等你的。
你需要上进赴考。今晚你要珍惜时光，共度斯文去吧，姐姐，去吧。千年来，我必除尘愧到斯文。明日他转翅高飞，转翅高飞上京城。我青年心血皆成骨，他有志在是京城，是京城。这一山是我亲手奉，千真万确皆是情。10年前你拾金宝妹令人惊，送我神块特现金。3年后你又赠我祝你的神块线路一封信。你为我一腔心血来情字，7年10月派送。燕丽，燕从团圆的保佑与红糖，恰不知一飞燕城送风铃，送风弟弟10年整，到如今家人为报我亲安病。探子探弟弟，因恨恩还是
居茅山里，应有乡邻来照应。孩儿我奋发读书，苦用功，自立自强熬人生。金秋春宫归自乡，孩儿我立志则归去京城。儿子忙，10年辛苦已自归，动荡一举能成名。到那日儿要是我无本，报仇谁冤？定力从政立家门，立家10年一别，夫妇相惜，千岁寒恨几复音。一烽烟思姐姐，月人好梦梦难醒。我想起姐弟生离的谁好恨，朝朝暮暮我成了团上人。团上人，离恨重重在心肝，思念亲弟越多。